里锁的？物种起源，权力意志。可以啊，不是金的就是银的。你在念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画鸡蛋那个？那是达芬奇。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曲解。他们相信人生来有优等和劣等之分。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上等人可以对下等人实行群体灭绝。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有2条人命摆在眼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上等人牺牲下等人？他既然有我腿受伤的病历，还有你的体重跟血型。你做了什么？快走！成功了！天机！天哪！怎么可能？要获取这么多数据，必须组织大规模的进攻。这就是秦一凡和他的利伯安才能做的。从电脑里现有的痕迹来看，他黑进了各大互联网数据库，把这些数据库关联到一起，用 Word2Vec 获取文本特征，用 IGDL 提取环境因素，并将这些特征带入多个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用 Split LBI 来代替 BP 做优化算法，然后将各种模型融合，得到最终概率。如果一个智者能知道某一特定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方向，并且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那么整个宇宙中所有一切的运动都会包含在一条简单的公式里。你在说什么？拉普拉斯定理。秦一凡用拉普拉斯定理设计了倚天镜的死亡。秦一凡就是那个所谓的拉普拉斯妖。秦一凡他们进来了。干嘛？
有没有找到证据？都在这儿。他们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比赛前一天，天镜莫名其妙的被抓到警察局，被审了1天才放出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2个眼睛都是红的。你看，这明摆着是给我们送钱来的。我替你上啊，我会拼命的把这30万挣到手，到时候去了曼岛 TT， 也算是完成了我们的梦想。天镜是为了圆我俩愿望才去参加比赛的。秦一凡早就知道我有腿伤，早就知道天镜会代替我参加比赛。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概率杀人吗？什么是概率杀人？是推理小说里面描述的最完美的犯罪方式。选定一个目标，不费一枪一弹，杀人于无形，还能完全逃脱法律的制裁。你看看，你先别妄下结论。怎么了？你在替他辩解吗？当然不是啦，只不过现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秦一凡杀了你朋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天镜是因为你才被害死的，你还在这里假装很理智。我不是，对不起。不用，反正我们这些下等人消受不起你们这些上等人的道歉，是吧？哎，李小虫。他认为制造误会，让警察对伊天镜进行突击审讯，导致他疲劳驾驶。通过在各个环节提高危险系数，增加死亡概率。秦一凡是在利用大数据进行概率杀人。在现实的赛车场中，有很多变数是没办法用有公式来计算的。秦一凡的算法呀，就在理想状态下才能成立。他虽然算出了概率，可是那不等于事实。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拉普拉斯定律啊，早在20世纪初就被量子力学推翻了。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解释啊，宇宙中所有的动量、变量是无法提取正确值的。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呢，它本身就否定了人的自由意识，所以说，概率杀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他至少做了这些事情，搞不好还有更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他无非就是借助大数据，替你搜出可以匹配的供体，如此而已，怎么能说他是凶手啊？我必须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准备一下你跟史密斯教授的面试？成天为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跟个校外小流氓混在一块儿，闹得整个校园沸沸扬扬的。为了你能上普林斯顿，我花了多少心血？你是要诚心想让你上不了普林斯顿，是不是？下班，同学，有事吗？秦一凡，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居然有能力闯进利伯安的机房，我果然没看错你。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不想让我最好的对手，在和我 PK 之前就倒下。你假报警，让伊天镜在比赛前陷入疲劳，你这是让他去送死，你这是在杀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有些人就像蝼蚁，他们的出生就是负累。如果为他们的人生赋予意义，死亡就是他们最好的结局。你不用想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不能让我失望。你别老把我跟你扯成一类。
我为你感到羞耻。那是因为你变了。什么意思？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你才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以前的你，冷静、理性，又富有智慧，但现在，你看起来就像个混混。再说一遍，我跟你绝不是一类人。我有血有肉，宁可死在病床上，也不愿意像你这样活着。你要怎么惩罚我呢？理性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杀了我啊！杀了我，你就永远找不到真凶了。闭嘴！你不是要报仇吗？动手啊！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你们来这里干嘛？你还不知道吧？你们推理社已经被关闭了。现在这个教室给管乐队做排练室。我管你什么管不管乐不乐的，这里是推理社，出去出去！我现在就请你出去，你出去！哎，别动手！你出去嘛！别动手！喂，喂，你干什么啊？动手啊！我动手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有话好好说嘛！现在这里就推理社。哎，为什么抓我？抓我干什么？干什么？把我的学生打成那样，还在耍横，轰出去！不是校长，你听我说，这个是……去办公室，等候处理。可是去。小倩，至于你，医生说有必要对你进行心理干预。心理干预？校早安暂时还是不要离开吧，等网络风头过去之后再说。我希望家长能够理解。啊，理解理解。不过校长啊，我女儿呢习惯吃我做的菜，我每天给她送饭，这行吧？这个你随意吧，但是人不能带走。好，谢谢理解。谢谢校长，谢谢。哎，校长，听说校长在普林斯顿大学拒绝入学了，请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贵校学生社团立国安请你参加黑客事件可以入。爸，我什么都没做，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再忍一忍啊！什么事都没有比留学重要，就忍2天。普林斯顿呐，啊！你怎么上来的？校长没为难你吧？反正呢，那些学校领导都是纸老虎，就吓唬吓唬我而已。那李小虫怎么样了？他们把我的手机收走了，我联系不上他。他没事，他没事。等我把你弄出去以后，我再去找他会合。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推理社。嗨，这个又不怪你，一定是那个秦一凡，他爸可是校董的，他买通了校长吧？对了，结案报告还有现场照片，你都放到哪里去了？都在推理笔记上，给我锁在社里的那个箱子里了。我们必须拿到最精准的数据，才能找到案件的破绽。所以，我必须先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哎呀，这个你放心啊，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我找了一个人。谁？我能不能进去说啊？
安叔叔，保安哥哥，你有看到我的猫吗？小安，爸，你这是要跑啊？哎呀，学校知道了会处分你的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确认。什么事情比钱都还重要啊？那不是我想要的前途。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做题的傻子。人来了，快走吧。小安，爸，我只是想要过我自己的人生罢了。快走吧。嘿，拦住他们！你干什么呢？干什么？我是他爸爸，她是我女儿。今年，谁让你去跟人打架了？你不觉得学霸都很讨人厌吗？啊！你手抖什么呀？是你的手在抖吧？那是我冷啊。这样就不冷了。李小虫，你别耍流氓！什么是耍流氓？你解释给我听啊！你刚刚就是耍流氓。那这样呢？没听到啊？快走！别踩！有没有受伤？别说话。不对，这里头有问题。
们摔车的那个弯道和事故现场极为相似，同样的事故情形，伊天静脊椎断裂，我和李小虫却相安无事，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场痕迹所反推出来的结论和警方的报告之间存在差异。警方的结论中说，伊天静是在高速下摔车，后颈撞击重物导致脑死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场的划痕就不可能是这个长度。李小虫先前怀疑的没错，伊天静的死不是事故，是谋杀。秦一凡做的那些，并不能直接导致他的死亡。那到底是谁杀了他？这个看起来的确就像一般事故啊。既然摔车不足以致死，人却死在车祸现场，那么只有2种可能：一，摔倒之后受重击；第二，摔倒之前受重击。如果是第一种，摔倒之后受重击，头部周围的地面一定会留下痕迹。可是这个地面上没有痕迹，那就是在摔倒之前受重击。那时候伊天静就已经脑死亡了。那骑车的又会是谁啊？凶手，他在杀害伊天静之后，自己骑车伪造了车祸现场，但因为是假摔，凶手不可能不惜自己的性命。正是他这种自我保护的动作，才导致他留下了破绽。所以伊天静在车祸以前就已经被杀害了。凶手偷天换日的来了一招瞒天过海。那这么说，你已经见过凶手了？你还记得他有什么特点吗？天晴，天晴，这里啊！天晴，加油！走！不记得了。但是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受到这么大的撞击力，他的右腿跟胳膊一定会留下伤痕。不是，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哎，不是你爸还会是谁啊？怎么可能是我爸？我爸有伤，我早就看出来了。更何况他根本就不会骑车。不是就不是啊，那究竟会是谁啊？除了作案动机，还需要作案时间。凶手一定会提前到这个现场去布置。受了这种程度的伤，那之后应该好几天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如果把对象假定是在我们认识的人之间的话，你看看，给我闭嘴！怎么了？继续说啊！这个是事故那几天的出勤记录，这就是事故当天，他临时请了事假。不可能，一定是我们想多了，不可能是他。我其实有一个惊天大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曾经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录里调查过。压根就没有老周这个人。我推测，他从系里的顶级教授变成一个图书管理员，就是因为他伪造学历被发现了。他辅导夏早安考上普大，就是为了一雪前耻。但是，没想到他会疯狂到去杀人。Miss Xia,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give up your right to defend yourself?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crucially important it is for you to defend yourself.
老周。来不及整理，乱七八糟的，学生会有意见的。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和你没有关系。为什么？今年的数学年刊上面有他的一篇论文，讲的就是拉普拉斯理论。今天很开心能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拉普拉斯决定论。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决定论已经过时，他们说现在是量子力学的时代。一切都不可预测，观察即导向，坍塌。但是他们忘了一点，还有人这样一个可控因素的存在，而人类的欲望是非常容易被利用的。还有一个人类的欲望。去医院看你之后不久，他来找我下棋，走的时候电脑又忘了拿。我本来只打算帮他电脑关机。没有密码，故意让我看到核式共体的存在，以及这个人在比赛中的死亡概率。概率不是绝对，他利用我，给他添上这个概率杀人的最后一环。我只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只要大家能够对人的心理需求有足够的了解，在合适的时机加大刺激的筹码，那么人这个最大的变量，也就成为我们制胜的法宝。他怎么知道你看到这些数据后一定会这么做？那天晚上，他一定也在现场。你都是开豪车的人，还在乎收费站的发票？这些都会留着输入我的人生数据库。
真相往往都在意料之外。你利用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为了帮你完成一道题。你当时就在比赛现场，你亲眼看着老周杀害了伊天剑，你亲眼看着你布局的每一颗棋子，一步一步地按着你的计划进行。生命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游戏，这些票据就是你看戏的入场券。这只是个小小的试验而已。我们不是你的小白鼠。接下来这个游戏会更刺激。你又要干什么？李小虫今晚将会死在跟我的比赛上。我不懂你们这种人每天打打杀杀算什么能耐？哎，对了，你不是赛车手吗？敢不敢跟我飙一局？你这种人根本没资格跟我比。你和伊天星一样，都是废物。你以为我们会怕你吗？你输定了。好啊，等我时间地点。还有2个小时，可惜你救不了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可惜你走太远了。疯子！李小虫！李小虫！他只是要在虎尾山抄近道，齐一帆才是幕后真凶。他就是利用李小虫一定要赢的欲望，他一定要和齐一帆比。哎，你别急，别急，别哭啊！查虎尾山附近的事故多发地点有致死案例的，齐一帆想再次实施概率杀人，他一定会最大程度的利用现有的地形。算出来了，概率最高的点在虎尾山隧道的出口。虎尾山隧道是大卡车进市区的必经之路，隧道出口有一条小路，那是李小虫想赢得比赛的唯一之路。如果在这个出口设计交通事故的话，成功的概率是93.24%。大卡车从隧道出来，视野受限，李小虫想赢一定会全速冲过路口，如果被撞，必死无疑。怎么办？你赢不了我，除非你抄近道，那是你唯一能赢我的办法。放心，这里的地形我比你熟100倍。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的命不是你口中那些冰冷的数字。已经弄到了路面监控系统的信号，目标已找到。东决的待命位置，你给我压住那辆卡车，记住，12点08分，1秒钟都不能差。知道了。我们开始吧。我把车速压住。李小虫真的会走捷径吗？只要他想赢，他就一定会。只要卡车准时出现，他必死无疑。他上道了，让卡车起速吧。田径，真相已经大白。虽然我们没有他们那么聪明，但我们有他们没有的。长这么大，第一次有这种无法理性思考的感觉，内心有个强烈的声音在指引着我。为了你，我会让他输得很惨。这是我对你最后的承诺。我只能凭着本能，后果会怎样，我根本考虑不了。死也不死，不想活了，等到毁了我。
小虫！你怎么在这？我们为什么不去终点？天镜需要这场胜利，他需要看到秦一凡被失败羞辱的脸。秦一凡利用你想赢的欲望，让你把命当游戏的赌注。羞辱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跳出他设计的游戏。其实他已经输了。欲望容易被利用，但爱利用不了。爱因斯坦写给他女儿的一封信里，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物种得以存活，如果我们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那么，爱是唯一的答案。”打这个啦，一定可以打得进的，好不好？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那一天的比赛是我去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真希望有机会能够认识他。你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虽然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什么朋友，但是现在我却觉得已经认识这两个男孩很久很久了，就好像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是一个亲近的人，而伊天镜也一直在这里，因为他，我有了双重的生命。我们还会再见面吗？Ms. Shah,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made by the Admission Selection Committee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we officially reinstate your application for 2017,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arrival. 普林斯顿是我一生的梦想，也是我一生的耻辱。你还太年轻，不会明白，人无法选择出身。普通人想要突围，只有通过这一纸文凭拼命往上爬，才能改写命运。这不公平，我宁愿留在图书馆里扫地，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送进普林斯顿。我要让他们知道，人的出身不能决定一切。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看什么看啊？给我签啊！书写的不错嘛，来拍张照吧。来，耶！耶！米卡卡，你的书里提到了一个有关南美亚马逊丛林里日轮花的传说，请问这跟夏早安有什么关系吗？同学，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了。日轮花和黑蜘蛛互利共生，日轮花凭借美丽的外表吸引猎物，而黑蜘蛛的排泄物又是日轮花极好的养分。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这中间的关联？同学，你的意思是？我有一种推理，有一个孩子，他从小就生活在死亡的恐惧里面，随时有可能被死神带走。恐惧会激发人的求生欲望。这个孩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我只是想过我自己的人生罢了。这个孩子会不会早就知道老周伪造学历的污点？同样是普通人出身的他，比谁都明白，老周要洗刷耻辱，一定会让他活着走进普林斯顿。会不会是他利用了老周的欲望，不但使自己活了下来，还得到了老周从未得到的荣耀？如果说人的一生就是一场豪赌，那他赌赢了。同学，你的脑洞开得也太大了，推理的逻辑有100种，但真相只有一个，它就藏在每个人的心里。再见。这就是我生活了22年的城市——南阳。今晚会是我生命的终点吗？已陷入昏迷超过48小时。庆幸的是，最后关头出现匹配供体，心脏移植手术正在进行当中。夏早安刚刚拿到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的全额奖学金，这个天才少女能否重获新生，本网将持续关注。我，一个无心之人，躺在这里，静静地等待一份上天赐予我的礼物。我的身体里住进了别人的心脏，它的主人是谁？为什么我会看到这些？唤醒之后，我还是不是我？
知道女孩加速之后就能够超越前者。你知道棒球被击中之后会按原轨迹返回。你知道向心力加速度不够，人就会摔倒。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些？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数据，就能计算出未来。这就是拉普拉斯决定论。看着这个熟悉的数学世界，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我也还是原来的我。我们今年毕业生的佼佼者，利伯安社长，普林斯顿大学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秦一凡同学为大家做迎新演讲。利伯安是什么？利伯安都不知道。耶鲁大学有库勒会，牛津大学有布林顿俱乐部，我们南洋大学有利伯安。只要你进了这个社团，你就有一只脚踏入了上流圈子。恭喜大家，成为改变历史的少数人。哎，夏早安，快过来！太有面了吧！秦一凡居然专门为你办了个舞会，你俩还挺般配的。我又不是新生，浪费时间。哎，小达，别耽误时间了啊！爸，你回去吧，我自己可以。哎呀，什么可以啊？你刚出院，人家医生也说了，要注意休息。我得看着你安顿下来，我这心里才能踏实啊！啊，快走吧，啊！哎，拉普拉斯认为呢，如果一个智者他能够在某一个特定的时刻知道宇宙中所有的力、位置还有方向这些数据，确实他可以。秦一凡怎么连这种讲座都来？又该有人说我俩闲话了。所有一切的运动，我可不想被别人说成跟他是一对儿。那我还问各位，如果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或者明天的明天会发生什么，请问你活着干嘛？刚才那个迟到的同学，你可不可以回答一下？什么？你叫什么名字？李小虫，崇高的崇。这男生是谁？怎么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腿伤都小半年了，怎么还没好啊？哎，是啊，你这手术弄下来，小半年没看到你人了。怎么会这么严重？也没什么，就是半夜睡不着觉，心血来潮出门跑步，结果一脚踩个空，这膝盖搞坏了。你这样可不行，要不我帮你请个假，找家好的医院治一治。哎呦，别，千万别把我送到医院去，那还不如直接把我送到绞刑架去。别再说这种疯话了，学数学的人都容易成为疯子吧？你还真别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那时就是你要上那个普林斯顿大学里面最著名的一个疯子，也是我最崇拜的一个疯子。哟，老周，新拐棍不错呀。说什么呢？好几次我都想问您，这条普林斯顿的项链，对您来说一定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吧？也没啥好提的，都是些陈年旧事了。我建议你以后还是距离我的老怪物远一点比较好。为什么？我还有好多问题要向你请教呢。我只是个图书管理员，连讲师都算不上。给你们讲那些东西呢，也都不是体系内的知识。那又怎么了？免得别人说你闲话。可我考上普大，这都归功于您的指导啊。那是你的天赋，我什么也帮不上。达雷特的概率论与实例，你留着。以后讲座我也不开了，你也别再来找我了。可是，等你去了普林斯顿，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
谢谢老周，那您好好保重身体。哎，你怎么在这儿？找老周来请教些问题。你呢？又过来下棋啊？这老周别的不行，棋下可是相当了得。昨天那局现在还没下完呢。那祝你们玩得开心。哎，对了，一直没跟你说，现在正式邀请你参加立博安的舞会。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没经过我同意就使用我照片，算不算侵权啊？知道你不是小气的人。那可不一定。校长找我，我先走了。舞会见。哎，校长，再招不到社员，活动教室可就归管乐队了。吹，干你什么事？推理社，你们社团是干什么的？同学，你有点眼熟哎。你就是上午走错教室那个对吧？对啊。这儿就是南洋大学推理社，校史56年创立的，到现在已经有30多年历史，培育出了无数的优秀人才，已经活跃在全球各大领域。哎，这个女的，认不认识？你想干嘛？随便问问。刚拿到普林斯顿全额奖学金的天才少女夏早安嘛，谁不认识啊？她平常在学校都跟谁混啊？室友呗。还有就是图书馆看门的大爷周卫川，他原本是数学系的顶级教授，普林斯顿的高材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变成图书馆管理员了。夏早安老去找他请教问题，你要泡他？不可以吗？他还是跟秦一凡比较配。秦一凡，谁啊？秦一凡你都不认识，你是不是我们南洋的啊？行，告辞。同学，请留步。干嘛？加入推理社，这样我也算是招到社员了。第37届推理社社长米卡卡，现在正式欢迎你的加入。Nice to meet you, Professor Smith. Ms. Shah, I should congratulate you on receiving a full scholarship to Princeton University based on your outstanding academic performance. However, we have been receiving a lot of letters of protest claiming that you and your father have been involved in illegal activities. Therefore, we must take a stance. What? Illegal activities? That's impossible. Professor Smith, my father and I have never been involved in any illegal activities. Could you please tell me what's going on? 是这样，小夏，有一些流言说你的换心手术涉及一些非法交易，这事关你和你的家庭的诚信，对普林斯顿大学来讲是件要命的事情。这怎么可能？这里是大学，不是菜市场。难道一些不经求证的流言就可以影响一个学生是否入学吗？普林斯顿大学的理性精神去哪里了？好了，小夏，你不要激动。史密斯教授回国之前还要举办一次品格审核，到时候你有任何异议可以提出来呀，我们都愿意相信你。啊，给你。这都怎么了？看见鬼了？这都是。我可能去不了普林斯顿了。你说什么？最近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传闻，都让这些傻白甜信得真真儿的，真是奇了怪了。一定是有人想把我留学的事搅黄了。是不是有人在跟踪我们？怎么办？怎么了？那个就是夏早安。喂，别按！怎么动？您谁？
跟着我干嘛？这个人到底是谁？我跟你讲，你别乱来。我刚动过手术，还没有完全恢复。我知道你做过换心手术，你现在身体里的心脏是我的兄弟倚天进的。有你这么套近乎的吗？对你没兴趣。难不成我对你有兴趣？我朋友死跟你爸有关系。你别瞎说，我跟我爸根本就不认识你。就是他！站住！拦住他！后面注意，有人往你们这边跑了，拦住他！你没事吧？没事。你可以啊，现在直接把人撂墙上了。在临西319国道新店地界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名年仅19岁的伊姓男子在事故中死亡。据警方调查，事故源于一起地下机车比赛。梁心瑶，网上的那些谣言是不是你起的头？我才懒得关心你那些破事儿呢，我只会关心有没有人抢我的小凡凡。356458就是你吧？你知道用马甲，但你隐藏不了 IP 地址。这个宿舍里就2个人，不是你难道是丽丽啊？啊，就算是我又怎么样？你爸要是没买凶杀人，你怕什么呀？梁同学，这个问题上面，你能不能不要血口喷人？夏早安，我劝你舞会还是不要去出丑了，去了，你一定会后悔的。我说我要去了吗？哎，如果你想去也可以，你大可以在我这随便挑2身衣服借你。对了，我现在身上穿的可是最新高定的限量款。我的脑子还是普林斯顿限量款的呢，可怕你是去不成了。你是怎么找到我的？一身机油味儿，说明你在修理厂上班，文件抄检速度高于平常的3倍，在海边的可能性极大。方圆20公里之内，这样的修理厂有几家？好棒啊，数学天才！东西可以还我了吧？换心手术是保密的，凭什么说我的心脏是你朋友的？那我也给你推理一下，你当天手术的时间是凌晨5点，天境事故身亡时间是凌晨1点，前后不过几个小时，巧合而已。还有，他和你一样是熊猫血。Rh 阴性虽然少见，比例不足3%，但考虑到人口基数仍然有几百万，这也只不过是另一个巧合而已。你手术当天新闻有报道，送供体的救护车从临溪直接开到南阳，开到你做手术的医院。我问你，同一天2个熊猫血的病人同时做心脏手术，有多大可能？数学天才。是又怎么样？难道要我把心脏还给你吗？我对你兄弟的意外表示难过，我也很感谢他的家人。但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那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那条路我们2个跑过无数次了，以他的水平根本不可能出那么大的失误。警察说是意外事故，
那是因为他们不够了解天境。那你的意思是说我爸杀了人，伪装成交通事故，还骗过了警察？那他也太神通广大了吧？谁知道？谁知道你爸会干出什么事？夏早安，我劝你舞会还是不要去出丑了，去了，你一定会后悔的。夏早安这个书呆子怎么穿得跟机车男一样？不会是走错地方了？什么时候骗子也能进利伯安了？蛮可爱的。夏早安是我邀请来的朋友，他才是今晚的主角。我们舞会继续吧。杨思瑶，我想请你跳一支。你怎么就穿这种衣服来了？我什么时候会跳这种舞了？就这一件。好，太好了，帅哥，借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混进来的，但你应该很清楚，这里不是你这种人应该来的地方。什么叫我这种人？我觉得你还是自觉点离开，我也不想场面太难看。大家看看这上面的人是谁啊？夏早安的爸爸早在半年前就去过灵溪医院了。他为什么会提前知道供体将会出现在那儿？为什么伊天境的事故刚好就发生在那个时候？难道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吗？还是有人为了救至亲的性命，在幕后操控这一切呢？还真是看不出来啊！爸，这是什么？网上那些人说你去过灵溪，原来是真的。爸，我住院的这段时间，你到底做了什么？我就是去了几家医院，我就想让心脏外科的医生能对我有个印象，这样医院一旦有了供体，他们会首先想到你。你怎么知道供体会出现在哪家医院？我收到过一封匿名信，里面开列着十几家医院的名字，都是按照供体出现的概率排序的。概率？对，是一组非常详尽的数字。开始我也不信，我以为这就是恶作剧。可万一这要是真的呢？只要一点点希望，就应该去尝试一下。信还在吗？让我给烧了，因为这封信居然真的找到了供体，这是想想就觉得恐怖，眼不见为净，干脆就把它烧掉了。哎呀，早安。自从你换了人工心脏，医生跟我说，你顶多能承受30天。我当时也觉得没什么希望了。
但是我不甘心，我还想试一下。你爸也没什么本事，这大概是我能为你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儿。背后一定有人在搞鬼。要实施这个计划，首先得知道我的血型和体重，所以一定是熟悉我的人。但有能力黑进国家公共卫生系统的数据库，找到匹配的供体，这个一般人做不到。那会是谁呢？喂，不要啊，不要啊！哎，你干什么？你们用小儿科的证据，就想把杀人犯的帽子扣到我爸头上。看清楚，这里所有东西都是你爸在案发前的形成证据。这些东西除了能够证明我爸去过灵溪以外，其他什么都证明不了。这么简单点逻辑都搞不懂，还玩什么推理？又混进来了，又关你的事啊？这是经警方证实的消息。伊天进涉嫌参与地下非法赛车，比赛前一天在警局蹲了一夜，比赛当天属于疲劳驾驶。他的死完全是由操作失误而引发的意外事故。摩托车单次出事率随着年龄增长呈幂次曲线，高速行驶会带来至少11倍的出事率，非专业赛道出事率是专业赛道的26倍，而疲劳驾驶又会将事故率提升至平均数值的33倍。所以结合综合数据和当天的情况来看，伊天进那天出事的概率是74.13%。这么多非公开数据，他是怎么拿到的？这种复杂程度的计算，没有一个大型计算机群是做不到的。利伯安里难道藏了什么秘密？全国每年有20多万人死于交通事故，平均每天就有500多人。伊天进只是其中一个人。没事没事。早安，我们走吧。今天生父的心脏是我的兄弟伊天进。你现在这个世界出现的概率，但有能力黑进国家一般人做不到。伊天进出事的概率74.13%。你想干嘛？你为什么要追我？你都是开豪车的人，还在乎收费站的发票？一张张收得这么整齐。这些都会留着输入我的人生数据库，所有我去过的地方，最终组成我的人生拼图。听起来好无聊啊！学数学的人嘛，难免有些奇怪的癖好。哎，你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饭？还得感谢你在推理社帮我解围啊！我特意订的这个位子，能够看到整个海湾，据说特别难订。今天餐厅怎么没人？秦先生已经把整个餐厅都包下来了。秦先生有什么需要随时吩咐。怎么样？那个小流氓还骚扰你吗？你说李小虫？现在是敏感时期，你不应该跟他有太多接触。你还挺关心我的啊。要是最后就我一个人去了普林斯顿，那岂不是没有对手了吗？那你最好帮我把他打发走，太影响我情绪了。悉听尊便。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谁起的头我反而不关心了。我现在比较想知道事情的真相。真相？我想知道给我爸送匿名信的那个人是谁，我得好好感谢他。如果你要是查出是谁的话，一定告诉我，我也想好好感谢他。我们吃饭吧。你怎么了？我有点难受。你没大碍吧？我的药好像落在车上了。我去帮你拿。
夏早安同学。对不起，我走错地方了。我们进去之后，会先经过这个书房，里面很可能有一个密室。我下午差点撞进去，被人拦住了，里面一定有猫腻。干嘛？你到底去不去啊？你让我再考虑一下嘛。我们到底去干嘛？查明厉伯安跟我爸收到匿名信之间的关系，这是目前唯一可行的办法了。这会不会太激进了？那个黑衣人来偷袭我，还抢我资料袋，他没有客气过吗？哎呀，人没事就好了嘛。而且资料的话，我这里都有备份啊。算你厉害。那铁门锁就交给你了，你要是不行，现在就告诉我。这对我米大侦探来讲只是小菜一碟，好不好？不要小看我。不要啰嗦了，走吧。你们确定？哎呦我天，你们走得这么快啊！哎，等等我啊！喂。合作就是这个开锁的。物种起源，权力意志。可以啊，不是金的就是银的。你在念什么？社会达尔文主义。达尔文？画鸡蛋那个？那是达芬奇。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对达尔文主义的曲解，他们相信人生来有优等和劣等之分。极端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上等人可以对下等人实行群体灭绝。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有2条人命摆在眼前，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了上等人牺牲下等人？他竟然有我腿受伤的病历，还有你的体重跟血型。做了什么？快走！成功了。前进！天哪！怎么可能？要获取这么多数据，必须组织大规模的进攻。
这就是秦一凡和他的利伯安才能做的。从电脑里现有的痕迹来看，他黑进了各大互联网数据库，把这些数据库关联到一起，用 Word2Vec 获取文本特征，用 IGDL 提取环境因素，并将这些特征带入多个神经网络中进行训练，用 Split LBI 来代替 BP 做优化算法，然后将各种模型融合，得到最终概率。如果一个智者能知道某一特定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方向，并且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那么整个宇宙中所有一切的运动都会包含在一条简单的公式里。你在说什么？拉普拉斯定理。秦一凡用拉普拉斯定理设计了伊天镜的死亡。秦一凡就是那个所谓的拉普拉斯妖。秦一凡他们进来了。干嘛？有没有找到证据？都在这儿。他们做的远远不止这些。比赛前一天，天镜莫名其妙的被抓到警察局，被审了一天才放出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两个眼睛都是红的。你看，这明摆着是给我们送钱来的。我替你上啊！我会拼命的把这30万挣到手，到时候去了慢岛 TT， 也算是完成了我们的梦想。天镜是为了圆我俩愿望才去参加比赛。秦一凡早就知道我有腿伤，早就知道天镜会代替我参加比赛。这难道是传说中的概率杀人吗？什么是概率杀人？是推理小说里面描述的最完美的犯罪方式。选定一个目标，不费一枪一弹，杀人于无形，还能完全逃脱法律的制裁。你看看，你先别妄下结论。怎么了？你在替他辩解吗？当然不是啦，只不过现在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能够证明秦一凡杀了你朋友。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我们还是要谨慎一点。天镜是因为你才被害死的，你还在这里假装很理智。我不是。对不起。不用，反正我们这些下等人消受不起你们这些上等人的道歉，是吧？李小虫，他认为制造误会，让警察对伊天镜进行突击审讯，导致他疲劳驾驶。通过在各个环节提高危险系数，增加死亡概率。秦一凡是在利用大数据进行概率杀人。在现实的赛车场中，有很多变数是没办法用公式来计算的。秦一凡的算法呀，就在理想状态下才能成立。他虽然算出了概率，可是都不等于事实。你觉得你能够预测未来吗？拉普拉斯定律啊，早在20世纪初就被量子力学推翻了。从
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来解释啊，宇宙中所有的动量、变量是无法提取正确值的。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呢，它本身就否定了人的自由意识，所以说，概率杀人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他至少做了这些事情，搞不好还有更多是我们不知道的。他无非就是借助大数据，替你搜出可以匹配的供体，如此而已。怎么能说他是凶手啊？我必须把这些证据交给警方。你现在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准备一下你跟史密斯教授的面试？成天为一些不相干的事情跟个校外小流氓混在一块儿，闹得整个校园沸沸扬扬的。为了你能上普林斯顿，我花了多少心血？你是要诚心想让你上不了普林斯顿，是不是？小丹同学，有事吗？秦一凡，我跟你没什么好聊的。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居然有能力闯进利伯安的机房，我果然没看错你。我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只是不想让我最好的对手，在和我 PK 之前就倒下。你假报警，让伊天静在比赛前陷入疲劳，你这是让他去送死，你这是在杀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有些人就像蝼蚁，他们的出生就是负累。如果为他们的人生赋予意义，死亡就是他们最好的结局。你不用想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不能让我失望。你别老把我跟你扯成一类，我为你感到羞耻。那是因为你变了。什么意思？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你才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以前的你，冷静、理性，又富有智慧，但现在，你看起来就像个混混。再说一遍，我跟你绝不是一类人。我有血有肉，宁可死在病床上，也不愿意像你这样活着。你要怎么惩罚我呢？理性才是这个世界的本质。杀了我，杀了我，你就永远找不到真凶了。闭嘴！你不是要报仇吗？动手啊！我会让你付出代价的。你们来这里干嘛？你还不知道吧？你们推理社已经被关闭了。现在这个教室给管乐队做排练室。我管你什么管不管乐不乐的，这里是推理社，出去出去！我现在就请你出去，你出去！哎，别动手！你出去嘛！别动手！喂，喂，你干什么啊？动什么手啊？我动手怎么了？有话好好说嘛！有话好好说嘛！现在这里就推理社。哎，为什么抓我？抓我干什么？干什么？把我的学生打成那样，还在耍横，轰出去！不是校长，你听我说，这个是
去办公室等候处理。可是去。小倩，至于你，医生说有必要对你进行心理干预。心理干预？校早安暂时还是不要离开吧，等网络风头过去之后再说。我希望家长能够理解。啊，理解。不过校长啊，我女儿呢习惯吃我做的菜，我每天给她送饭，这行吗？这个你随意吧，但是人不能带走。好，谢谢理解。谢谢校长，谢谢。哎，校长，听说校长从普林斯顿大学拒绝入学了，请问这件事情是真的吗？贵校学生社团立国安请你参加黑客事件可以录。爸，我什么都没做，你还不相信我吗？你再忍一忍啊！什么事都没有比留学重要，就忍2天。普林斯顿呐，啊！你怎么上来的？校长没为难你吧？反正呢，那些学校领导都是纸老虎，就吓唬我而已。那李小虫怎么样了？他们把我的手机收走了，我联系不上他。他没事。等我把你弄出去以后，我再去找他会合。对不起，都是我连累了推理社。嗨，这个又不怪你，一定是那个秦一凡，他爸可是校董，他买通了校长吧？对了，结案报告还有现场照片，你都放到哪里去了？都在推理笔记上，给我锁在社里的那个箱子里了。我们必须拿到最精准的数据，才能找到案件的破绽。所以，我必须先从这个鬼地方逃出去。哎呀，这个你放心啊，我已经想到办法了。我找了一个人。谁？我能不能进去说啊？保安爷爷，保安叔叔，保安哥哥，你有看到我的猫吗？小安，爸，你这是要跑啊？哎呀，学校知道了会处分你的呀。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去确认。什么事情比钱都还重要啊？那不是我想要的前途。我不想成为一个只会做题的傻子。人来了，快走吧。小安，爸，我只是想要过我自己的人生罢了。快走吧。嘿，拦住他们！你干什么呢？干什么？我是他爸爸，她是我女儿。今年，谁让你去跟人打架了？你不觉得学霸都很讨人厌吗？啊！你手抖什么呀？是你的手在抖吧？那是我冷啊。这样就不冷了。李小虫，你别耍流氓！什么是耍流氓？你解释给我听啊！你刚刚就是耍流氓。
那这样呢？没听到啊？快走！别踩，有没有受伤？别说话。不对，这里头有问题。我们摔车的那个弯道和事故现场极为相似，同样的事故情形，一天镜脊椎断裂，我和李小虫却相安无事，这就是问题所在。现场痕迹所反推出来的结论，和警方的报告之间存在差异。警方的结论中说，一天镜是在高速下摔车，后颈撞击重物导致脑死亡。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现场的划痕就不可能是这个长度。李小虫先前怀疑的没错，一天镜的死不是事故，是谋杀。秦一凡做的那些，并不能直接导致他的死亡。那到底是谁杀了他？这个看起来的确就像一般事故啊。既然摔车不足以致死，人却死在车祸现场，那么只有两种可能：一，摔倒之后受重击；第二，摔倒之前受重击。如果是第一种，摔倒之后受重击，头部周围的地面一定会留下痕迹。可是这个地面上没有痕迹，那就是在摔倒之前受重击。那时候一天镜就已经脑死亡了。那骑车的又会是谁啊？凶手，他在杀害一天镜之后，自己骑车伪造了车祸现场，但因为是假摔，凶手不可能不惜自己的性命。正是他这种自我保护的动作，才导致他留下了破绽。所以一天镜在车祸以前就已经被杀害了。凶手偷天换日的来了一招瞒天过海。那这么说，你已经见过凶手了？你还记得他有什么特点吗？天晴，天晴，这里啊！天晴，加油！
从现场的情况来看，凶手受到这么大的撞击力，他的右腿跟胳膊一定会留下伤痕。不是，那他的动机是什么？他做了这么大的牺牲，哎，不是你爸还会是谁啊？怎么可能是我爸？我爸有伤，我早就看出来了。更何况他根本就不会骑车。不是就不是啊，那究竟会是谁啊？除了作案动机，还需要作案时间。凶手一定会提前到这个现场去布置。受了这种程度的伤，那之后应该好几天没有办法正常的走路。如果把对象假定是在我们认识的人之间的话，你看看，你给我闭嘴！怎么了？继续说啊！这个是事故那几天的出勤记录，这就是事故当天，他临时请了事假。不可能，一定是我们想多了，不可能是他。我其实有一个惊天大秘密，一直没有告诉你。我曾经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友录里调查过，压根就没有老周这个人。我推测，他从系里的顶级教授变成一个图书管理员，就是因为他伪造学历被发现了。他辅导夏早安考上普大，就是为了一雪前耻。但是，没想到他会疯狂到去杀人。Miss Xia. Miss Xia, are you really going to give up your right to defend yourself?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how crucially important it is for you to defend yourself. Joe. 老周。来不及整理，乱七八糟的。学生会有意见的。我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和你没有关系。为什么？
的数学年刊，上面有他的一篇论文，讲的就是拉普拉斯理论。今天很开心能和大家探讨一个话题：拉普拉斯决定论。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决定论已经过时，他们说现在是量子力学的时代，一切都不可预测。观察即导向，坍塌。但是他们忘了一点，还有人这样一个可控因素的存在，而人类的欲望是非常容易被利用的。还有一个人类的欲望。去医院看你之后不久，他来找我下棋，走的时候电脑又忘了拿。我本来只打算帮他电脑关机。没有密码。故意让我看到核式共体的存在，以及这个人在比赛中的死亡概率。概率不是绝对，他利用我，给他添上这个概率杀人的最后一环。我只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只要大家能够对人的心理需求有足够的了解，在合适的时机加大刺激的筹码，那么人这个最大的变量，也就成为我们制胜的法宝。他怎么知道你看到这些数据后一定会这么做？那天晚上，他一定也在现场。你都是开豪车的人，还在乎收费站的发票？这些都会留着输入我的人生数据库。真相往往都在意料之外。你利用了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为了帮你完成一道题。你当时就在比赛现场，你亲眼看着老周杀害了伊天剑，你亲眼看着你布局的每一颗棋子，一步一步地按着你的计划进行。生命对你来说只是一个游戏，这些票据就是你看戏的入场券。这只是个小小的试验而已。我们不是你的小白鼠。接下来这个游戏会更刺激。你又要干什么？李小虫今晚将会死在跟我的比赛上。我不懂你们这种人每天打打杀杀算什么能耐？哎，对了，你不是赛车手吗？敢不敢跟我飙一局？你这种人根本没资格跟我比。你和伊天静一样，都是废物。你以为我们会怕你吗？你输定了。好啊，等我时间地点。还有2个小时，可惜你救不了他。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不知道我有多在乎你，可惜你走太远了。疯子！李小虫！李小虫！他就是要在虎尾山抄近道，秦一凡才是幕后真凶。他就是利用李小虫一定要赢的欲望，他一定要和秦一凡比。哎，你别急，别急，别哭啊！长虎尾山附近的事故多发地点有致死案例的，秦一凡想再次实施概率杀人，他一定会最大程度的利用现有的地形。算出来了，概率最高的点在虎尾山隧道的出口。虎尾山隧道是大卡车进市区的必经之路，隧道出口有一条小路，那是李小虫想赢得比赛的唯一之路。如果在这个出口设计交通事故的话，成功的概率是93.24%。大卡车从隧道出来，视野受限，李小虫想赢一定会全速冲过路口，如果被撞，必死无疑。怎么办？你赢不了我，除非你抄近道。
那是你唯一能赢我的办法。放心，这里的地形我比你熟100倍。我要让你看看，我们的命不是你口中那些冰冷的数字。已经弄到了路面监控系统的信号，目标已找到。东杰的待命位置，你给我压住那辆卡车，记住，12点08分，1秒钟都不能差。知道了。我们开始吧。我把车速压住了。李小虫真的会走捷径吗？只要他想赢，他就一定会。只要卡车准时出现，他必死无疑。他上道了，让卡车起速吧。田径，真相已经大白。虽然我们没有他们那么聪明，但我们有他们没有的。长这么大，第一次有这种无法理性思考的感觉，内心有个强烈的声音在指引着我。为了你，我会让他输得很惨。这是我对你最后的承诺。我只能凭着本能，后果会怎样，我根本考虑不了。不想活了，等他回来了。李小虫，你怎么在这？我们为什么不去终点？天镜需要这场胜利，他需要看到秦一凡被失败羞辱的脸。秦一凡利用你想赢的欲望，让你把命当游戏的赌注。羞辱他最好的办法，就是跳出他设计的游戏。其实他已经输了。欲望容易被利用，但爱利用不了。爱因斯坦写给他女儿的一封信里，有一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他说：“如果我们想要自己的物种得以存活，如果我们发现了生命的意义，如果我们想拯救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生灵，那么，爱是唯一的答案。”打这个啦，一定可以打得进的，好不好？其实我常常在想，如果那一天的比赛是我去的话，不知道会怎么样。真希望有机会能够认识他。你们已经是朋友了，不是吗？虽然从小到大我都没有什么朋友，但是现在我却觉得已经认识这两个男孩很久很久了。
就好像过去、现在、未来，他都是一个亲近的人，而伊天静也一直在这里，因为他，我有了双重的生命。我们还会再见面吗？Ms. Xia, after careful consideration made by the Admission Selection Committee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we officially reinstate your application for 2017, and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your arrival. 普林斯顿是我一生的梦想，也是我一生的耻辱。你还太年轻，不会明白，人无法选择出身。普通人想要突围，只有通过这一纸文凭拼命往上爬，才能改写命运。这不公平，我宁愿留在图书馆里扫地，也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你送进普林斯顿。我要让他们知道，人的出身不能决定一切。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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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什么看啊？不要签啊！书写的不错嘛，来拍张照吧。来，耶！耶！米卡卡，你的书里提到了一个有关南美亚马逊丛林里日轮花的传说，请问这跟夏早安有什么关系吗？同学，不好意思，我得先走了。日轮花和黑蜘蛛互利共生，日轮花凭借美丽的外表吸引猎物，而黑蜘蛛的排泄物又是日轮花极好的养分。难道就没有一个人看出这中间的关联？同学，你的意思是？我有一种推理，有一个孩子，他从小就生活在死亡的恐惧里面，随时有可能被死神带走。恐惧会激发人的求生欲望。这个孩子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我只是想过我自己的人生罢了。这个孩子会不会早就知道老周伪造学历的污点？同样是普通人出身的他，比谁都明白，老周要洗刷耻辱，一定会让他活着走进普林斯顿。会不会是他利用了老周的欲望，不但使自己活了下来，还得到了老周从未得到的荣耀？如果说人的一生就是一场豪赌，那他赌赢了。同学，你的脑洞开得也太大了，推理的逻辑有100种，但真相只有一个，它就藏在每个人的心里。